朝早開市咧，炒賣上賣下，咪炒咗大概11點20分鐘，大概係賺咗800蚊到啦。咁啊出去食飯啦，食冷子啊，咁啊翻返啦，冇炒呢度冇炒，直到哇呢度找咗機會啦，呢度我知道佢會彈翻上去，彈得幾緊要啊！哦，如果係唔會食冷子嘅呢度，就係呢度起碼斬咗佢人2000幾3000蚊都有。咁啊翻嚟呢已經係2點鐘啦，14點10分鐘，14點10分鐘。咁之後佢會跌翻轉頭嘅，咁咪手閒閒咪又多多少少可以做翻啲啦，係嘛？喺度炒一手、兩手、三手、四手，炒4手嚟，又賺多600蚊，少少啊，咁咪咧賺咗1425。